本来是阮阿母想要一个查某囝，但是偏偏我较亲像查甫，但是我是查某的。这是查囡仔呢？其实我真惊别人会安怎看我，是，但是开始训练以后，我变甲较有自信。所以我想要讲，你要找一个目标。目标。嘿，我即马是健美 IFBB 的职业选手。是。哇。嘿。对。IFBB Pro 的哦。嘿。这是健美职业选手。哎呦，只卖看到这，哦，这是伊去参加比赛。这伫日本哦。嘿啊。是的，因为我感觉伊的人生一定是就侪困难的，就是有就侪这种人拢是会受到别人的欺负啊，然后甚至是厝内底的人会无认同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因为健身然后运动，找到家己的自信。哎，你嘛该爱的抱抱一个，伊才赞定。哇！我说话给我按，加油！加油！我说加油！是嘛？要到！你会赢的！爱海！身高说啊身高咧！虽然讲拄则我的手咧抓的时阵足疼的，但是我感觉我已经坚持到最后啊，我感觉真感动。